在地人在地前来看这个桃园德维亚的福海宫，所福台的神明是虎神王公。而王公生日这天，庙方拢会举办正特殊的过金火陪len桥的仪式，来祈求着平安。这是北台湾真重要的宗教活动。也毋过因为这个福海宫从划入去航空城的范围，搁来挖进着桃园机场第3跑道的预定地，所以庙方来决议。后年，这个庙是要来搬沙位，住伫附近的乡亲听到这个庙要搬走了，拢真唔甘哦。啊，不过这个到时阵庙要安怎来搬，嘛是一个大难题。光新桥的信徒唔拿一里说，搁双卡离地，未顺利表演特技，现场是有够闹热。这个陪len桥是德维亚福海宫的传统，有100年以上的历史。这对信徒的体力甲配合都是一项考验。手的力量也要够，那个带动出来的那个转力，还要飞得起来。陪len桥是过金火前的重要仪式之一，代表神威显现。相传庙内服侍这个虎神王公，真够斩妖除魔，和这个福海宫变成当地重要的信仰重心。这唔但是福建祖庙为来台湾的本尊，嘛是全台湾60多间虎神王公的祖庙。去年这项特别的民俗活动，头一摆因为疫情停办。今年虽然有恢复，也不过规模有较小。您两位，假如疫情稳定下来的话我们明年应该会比现在更盛大福海宫历史悠久，不过这已经被划入桃园航空城内，庙就伫桃园机场第3跑道预定地附近，都要刷位。要有这祭司职业工会来加入来查估，因为你庙宇的里面的建筑完全跟我们一般的住家建筑完全不一样。拍什么刷去保心，也不过要安怎刷，敢会去影响到这项特有的宗教文化的传承？信众嘛，希望讲虎神王公会使指点迷津。